Hello，大家好。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你同閨蜜一齊玩點講呢？嗰個遊戲我名唔識，即係咧，我就係講，第一排第二個咁樣就呢啲遊戲咯，但係我唔知佢個遊戲名啊。今日我哋就嚟玩呢個啦。閨蜜你先，你先。不能用皮肤，不能用皮肤，可以凑起来。OK，哎呀，这个真漂亮，我还有染色呢。好，幺四，第一排第二個，哦，呢個，誒幾襯喎，背色，OK，誒，哇，好襯啊，哇塞，啊反而有啲唔襯，但都 OK。一二三四，第一個，哇，勁襯，好，再一個，第多個？第三個。OK，我而家出嚟俾你睇，覺得 OK 啦，都 OK。係，好，到你啦，到你啦，你快啲去換衣服。眼鏡嘅話，第二排第一個，OK 啦嘛？OK，之後優勢嘅話，咁就第一排第三個，之後誒背色你有幾多行啊？有五行。好，那第五行第一個，OK，之後帽，帽嘅話你一定好多，我睇下先。第三排第一個衣服，衣服嘅話就第一排第一個，褲嘅話你冇呢個嘢喎，如果有我即刻要點呢個。咁第二排第三個。哇，冇，原來係咁嘅。嚟啦嚟啦，冇，原來係咁嘅。嗯，哦，第三排第一個，我唔知我有冇理解錯你噶。哦，第三行第一個，到你啦，你講啦，第一排第二個，OK，哇，呢個隱藏嚟嘅。嗯，第一排第二個，到你啦，
OK，好，咁我唔使換。到啦，第三排第三個，到你啦。第幾多？OK，換完啦。哇，我哋個帽係一樣嘅喎，係 CP 嚟嘅喎。連我哋嗰個鞋啊都係一樣嘅，海神翅吧。嗯。OK，到啦。嗯第一排第一個，到你啦。哦，好真啊！我對象有幾多個？喂，點解啲頭髮都唔襯嘅？喂，點解有啲頭？咁呢個襯唔襯啊？試下佢。呢個幾襯，呢個有幾襯。咁第三排第二個，到你啦。一二三四，第一個，都 OK 嘅。好多，最後一個係我嘅。好難啊。OK，第一排第一個。你哋有冇好搞笑？幾襯呀件衫。咁今日就玩到呢度啦，拜拜。